今日我朋友花店開張，大家一齊嚟賀佢。我比較想知咧，係啲咩契機咧，令到你喺澳門開花店，販賣呢個咁浪漫嘅事業咧？又冇個特別契機嘅，因為自己咧厭倦咗原先自己嘅工作啦，辭咗職就喺屋企咧開始養植物啊、種花啊，又幾好玩喎！去學花啊、插花啊嗰啲咁嘅，自己有啲熱情喺度。咁你話係販賣浪漫都幾浪漫嘅。據我所知咧，唔同嘅鮮花有唔同嘅花語啦。有冇邊一種花嘅寓意係令到你有特別有感觸？今日嘅鋪頭入邊就冇呢種花。叫風鈴花，咁佢嘅花語係講緊一個堅韌啦、浪漫、溫柔，咁我覺得同我自己性格都相似。咁多花啦，咁有冇邊種花打理咧特別具有挑戰性㗎？可唔可以分享下啲技巧？呢一隻叫做羊牡丹，佢係春天先會有嘅，因為佢一開咧個花頭好大啊，一大咧佢個莖部咧就唔夠力咧，佢好容易咁樣折腰，所以你喺個花樽上面你一定係要比較高身嘅，先撐得起佢嗰個力量。佢係一個肉質性，個莖多水就會爛莖咯，要經常換水或者係加一啲有消毒嘅作用水喺入邊咧，令到佢唔會話太容易爛。學會了點關注，記得關注咩東東？暢遊澳門更輕鬆。